现代台语版圣经约伯记第2章。过有一日，上帝的正使者来徛伫上主的面前，撒旦嘛做伙来徛伫上主的面前。上主对撒旦讲：“你去倒位？”撒旦应上主：“我伫地上四界行来行去。”上主对撒旦讲：“你有注意到我的仆人约伯无？世间无人亲像伊遐尼纯全正直，敬畏上帝，无做歹代。你虽然叫我攻击伊，无理由毁坏伊，伊犹佫持守伊的纯全正直。”撒旦应上主：“用皮换皮，人会为着顾家己的性命，甘愿放杀伊的一切所有。毋过，你若伸手磕着伊的骨、伊的肉，伊一定会当面甲你咒诅。”上主对撒旦讲：“好，伊伫你的手头，毋过着留伊的性命。”撒旦就对上主的面前出去，攻击约伯，互伊对骹底到头壳顶生毒疮。约伯就坐伫火釜顶，用破去的叶片掰身躯。伊的某对伊讲：“你还伫持守你的正直哦，着咒诅上帝去死死咧！”毋过约伯对伊讲：“你讲话亲像遐个毋知会见笑的查某人。咱对上帝得到福气，减无嘛对伊受灾祸。”虽然拄着即个代志，约伯犹原无讲一句得罪上帝的话。约伯三个朋友：提曼人以利法、苏亚人比勒达、拿玛人所法，听着伊拄着遮个灾祸，就烧招对因的所在来表示同情，甲伊安慰。因远远看到约伯袂认得，就大声啼哭。逐个拆里外衫，仰天也涂粉伫家己的头壳顶。因7暝7日甲伊坐伫涂骹，无甲伊讲一句话，因为因看到伊所受的痛苦实在真大。